請你揾一個安全、舒服嘅位置，安頓落嚟，可以坐低或者瞓低。安頓好後，請你放鬆身體，輕輕咁合埋雙眼，將你所有嘅注意力慢慢帶返嚟你嘅呼吸上面。感受一下自然平穩嘅呼吸，唔需要刻意改變佢嘅，只係好簡單咁感受一呼一吸，感受空氣點樣進入你嘅身體，再感受佢點樣離開你嘅身體。吸氣，呼氣，喺呢一個當下，你知道你係安全嘅。可能你嘅內心仲係充滿咗震驚、不安、憤怒同悲傷，好多好多複雜嘅情緒，嗰種失去家園嘅空洞感。呢啲感受全部都係真實嘅，我哋而家一齊溫柔咁承認同接納呢一切，允許佢哋存在，我哋唔使急住趕走佢哋，只需要允許就足夠啦。而家請你將一隻手輕輕咁放喺心口上面，而另一隻手就放喺我哋嘅肚皮上面，感受下手心傳嚟嘅溫度同埋心跳嘅節奏。如果期間有任何嘅情緒出現，容許佢自然咁樣流動。我哋而家一齊做幾次有意識嘅深呼吸。首先，我哋深深咁用鼻吸一口氣，感受空氣充滿住你嘅肺部，我哋嘅肚皮慢慢咁樣膨脹，然後慢慢用口將氣呼出。將所有嘅不安、恐懼同埋各種沉重嘅情緒，隨住呼氣釋放出去。我哋再嚟一次，吸氣，我哋吸入平靜，吸入安穩。感受到心口同肚皮嘅起伏，呼氣，將所有嘅擔心同繃緊全部呼出，離開你嘅身體。我哋再做一次吸氣。今次我哋吸入嚟自周圍社區，嚟自呢個城市，嚟自所有關心你嘅人嘅愛、支持同關懷。我哋吸入一份勇敢前行嘅力量。呼氣嘅時候，慢慢將內心嘅恐懼同無助呼出，讓佢哋隨風飄散。我
哋再嚟一次吸氣，感受你嘅身體係被穩穩咁樣支撐住、支持住。呼氣嘅時候，將全身繃緊嘅肌肉逐寸逐寸咁樣慢慢放鬆落嚟。請你記住，你唔係一個人，有好多愛、關心同支持正喺度包圍住你。請你記得，家唔單止係一個物理空間，家更加係我哋心入面嗰份關於愛、關於生命嘅韌力。呢份力量係冇任何火焰可以燒毀嘅。佢而家就好似一粒埋咗喺大地嘅種子一樣，靜靜咁樣積聚緊力量，等待發芽。你唔係孤單㗎，我哋都喺度陪伴你，一步一步行過呢段艱難嘅路。親愛嘅大埔居民，親愛嘅朋友，我哋嘅冥想就快完結。多謝你畀呢個平靜嘅時間自己。如果你覺得有需要，你可以隨時返嚟重聽呢一個冥想視頻。而家請你慢慢恢復對周圍環境嘅感知，喐喐你嘅手指同腳趾，感受一下身體同凳或者床或者地面嘅接觸。當你準備好，就可以慢慢溫柔咁樣睜開眼睛。請你記住，無論經歷咗乜嘢，你都唔係一個人。願呢份平靜嘅感覺能夠陪伴住你。願你搵到內心嘅平安同力量。我係阿 wing，祝福大家，多謝大家。